来看嘉义大学的农业研究团队，因配合农业部执行农业有机废弃物回收及减碳永续循环利用模式计划，甲这个鸡门也有正香菇的太空包图，透过细菌发酵了后，改良做有机肥，要互农业的废弃物有新的利用方式。嘉义大学的学生修成种植温室内底的花野菜，这个花野菜是用以鸡毛做主要成分的有机肥种出来的。学生讲，种出来的成果，甲用一般肥料种出来的有正大的无共。咱看遮，这是有用的，这是普通的外口用的肥，咱会当看，这有用的，伊生长会较紧，会较大，这外口卖就是较普通，咱用一摆尔，以后水就好。咱大家无要爱的鸡毛吼，甲迄个片麻粉啦，甲迄个黄豆粉，甲迄个米糠敲做伙了后咧，阮会接阮黑林老师所开发出来的菌吼，甲搅做伙了后，再去发酵。嘉义大学农业生物科技系表示，用鸡毛来做的有机肥，目前研究制造的成本1公斤无到10块，而且鸡毛分解出来动物性蛋白质，这种有机肥甲市面上化学肥也是食物性的肥料来比，效果是更较好。动物性的蛋白质去分解了后来做肥料，咱一般市面上的有机肥是啥物？鸡屎，若无就是。迄个一寡植物性的物件落去分解了后的产品吼，伊本身的迄个培分吼，确实是比一般植物性的迄个有机肥来搁较肥啦。研究团队讲，国内因为台鸡、台鸭产生的毛一年有50万吨左右，正香菇所产生的废弃太空包嘛有20万吨左右，拢会当摕来熬肥。这个计划的成果，按算伫今年开始推广，希望透过废弃物的再利用，创造农业的循环经济。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